讲到这届四大公投案内面的公投白大选，事实上上头啊，伫咧2003年制定通过的公投法，无论是成案或者是这个通过限制，拢是真悬。经过2017甲2019两届修订，即马这届这个案件要搁再针对着公投制度本身进行公投，嘛凸显社会各界对公投制度的设计甲了解程度，也搁伫咧调整。所以也只有公投。 12月18公投，国民党江启臣提出的第19案公投白大选，正方提出会当节省成本、提悬投票率。不过，官方用2018年的公投反击，表示白大选造成选举混乱，议题失焦点。不过，长期伫民间推动公共议题讨论的洪丽秀，对正反双方的论点拢有基本。你既然你要落实这个民主，你有可能就这个成本的代志，你就爱摆伫上尾啊。参与的人嘛会较侪啊，是真正的投票的比率嘛会较悬。 啊，问题是你比例较悬，问题是遮个人是摕小抄来的，安尼是要安怎？你若是会当讲，大家是因为伊关心这个议题，然后伊就想要参与，伊想要好好啊表达伊的意见，安尼是感觉好。公投制度是人民表达声音的一个管道，是油门也会使是动压。公投案基本上分4种：法律的复决、立法原则的创制、参重大议题的创制甲复决。民众若无清楚公投提案内容、实际法律效果，就演变成就算公投通过，政府嘛无听民意。以第10案为例，当时的题目是：你是否认为民法应该限定在民法的婚姻应该限定在一男一女？它题目的意思，真正的意思是说，你是否开放民法让同志结婚，还是你只开放专法？会发现当时的氛围就是，我们要来投票反对同婚哦，所以这个命题呢，就在有意无意之间呢被扭曲了。所以新的公投法的要求讲，你在搞这个法律效果写详细、写简单的，啊，袂当条文嘛，袂当公投的内容嘛，袂当伤过复杂，跟住双重否定。 除了提案内容，也有成案到投票的时间上短，立法院对公投案的态度无够积极等等的问题。因为公投法规定讲，你若种立法机关有当这个期间内有提出对案，其实是免办这个公投啦。对，所以一个到目前来讲，感觉无这种情形发生。但台湾感觉立法院感觉无ilyen代志啊，就互这公投继续去行嘛啊，所以我感觉，立法机关应该都爱立法院啦，应该都爱扮演较重要的角色啦。公投往往会画上一个等号，就是等于全民的意志。但其实仔细一想，提公投的人恐怕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比较有额外时间去做这些事情的人。 也许就不是大多数在忙工作的人，他们会在意的想法。那一旦大家对那个公投题目之后又没有时间去做细部的检查，那我们很可能在无形之中就慢慢的就等于是帮精英分子做背书。甲国外相比，台湾的公民投票行甲也无算远。如何实现直接民主的价值，也需要大众谨慎思考。为地方发展到国家政策，手中的迄一票投出的拢是关系到国家的未来。记者杨思晴、谢桂林台北报道。